主后2025年1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转来上帝的家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民数记第1章第19到54节。以色列人出来集地了后，第2年2月初1，上主伫西奈的旷野，伫会幕吩咐摩西讲：你甲阿伦着照宗族、家族点算以色列全会众的人数，定了20岁以上会当出去交战的查甫丁的名，甲因编队统计人数。逐个支族着有1个人，就是因的族长协助恁。下面是协助恁的人的名单。流便支族是丢尼的囝以利属；西面支族苏利沙代的囝是罗密；犹大支族阿米纳达的囝拿顺；以萨迦支族苏亚的囝拿坦业；西布伦支族希伦的囝以利亚。约瑟的后代2个支族：以法莲支族阿米弗的囝以利沙玛；玛西支族比大叔的囝加玛列；便雅悯支族基多尼的囝阿比但；但支族阿米沙代的囝阿希以谢；亚设支族约兰的囝帕结；迦得支族丢尼的囝以利亚撒；纳有他利支族以南的囝阿希拉。这个是对会众选出逐个支族的族长，拢做以色列军队的指挥官。摩西甲阿伦就带遐个有伫名单的人，伫2月初1调集全体会众，照宗族、家族定了20岁以上的查甫丁的名。摩西照上主的命令，伫西奈的旷野甲因点算。下面是雅各的后代，照因的宗族、家族甲人名的数目，20岁以上会当出去交战的查甫丁的人数。流便支族46500名，西面支族59300名，迦得支族45650名，犹大支族74600名，以萨迦支族54400名，西布伦支族57400名。约瑟的后代2个支族：以法莲支族40500名，玛西支族32200名，便雅悯支族35400名，但支族62700名，亚设支族41500名，纳有他利支族53400名。以上这个是摩西、阿伦甲以色列12个首领点算的人数。这个首领逐个代表因的支族。以色列人照因的宗族，对20岁以上会当出去交战的人，定了的人数总共603550名。毋过利未人无照因祖先的宗族定了在内，因为上主捌吩咐摩西讲：利未支族你毋通点算，毋通伫以色列中算因的人口。
你着派利未人管理会幕甲内面的器具，包括将会幕甲内面所有器具，整理会幕，伫会幕的周围扎营。会幕要出发的时，利未人负责拆会幕；要安置会幕的时，利未人负责搭。若有其他人挖进会幕，一定着互伊死。以色列人逐个着伫因所属氏族的大旗下面，照因的部队扎营。毋久，利未人着伫会幕的周围扎营，负责固守会幕，则免我对以色列会众发大受气。上主安怎吩咐摩西，以色列人拢照安尼做。转来上帝的家，民数记主要讲述以色列人对西奈山一路到应允之地的旷野旅程。第1章到第10章讲述以色列人领受律法出发前的清点人数。第10章到21章记录对西奈山到摩押中间发生的代志。22章到25章讲到巴兰事件和以色列人受诱惑。26章记载第2道清点人数。27章到36章是关系分配土地甲献祭的条例。对埃及出发到旷野生活结束相隔40年，两遍人口计算的结果，20岁以上会当作战的查甫人拢超过60万人。除了摩西、约书亚、迦勒三人捌亲身经历出埃及，其余的拢是伫旷野出世的新生代。利未人免受清点人数，因为因毋免受派出去烧战，只爱专责会幕工作，互会幕通伫旷野旅程中有条不紊前进，也着看守圣幕免受冒犯也是干扰。但是对民数记第3章和26章就通知，其实利未人也有做过2遍的点算，而且甲出世1个月以上的男性拢登记落来。但是2遍统计结果，利未男性拢只有2万外人，甲其他支族的人数相比，显然减真济。利未人除了无参加战争以外，第3章也讲到，这为数无济的利未人，其实是要代替以色列12支族所有大囝的地位，因为安尼因受分别为圣，只归属伫上帝。战火无情，除了侵略者以外，无人欢喜相战。但是战争往往真好避免，亲像乌俄战争和伊核战争相款，讲来就来。因为安尼袂当无预防。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乌俄战争，即将届满3年。当初俄方入侵乌克兰，宣称会快速得胜，结果不但战争持续不断，也严重影响国际秩序甲经济。侵略者受到国际厌恶，甚至受禁止用国家名义参加奥运。这拢提醒咱爱保持警戒，莫因为眼前的安逸就对敌人掉以轻心。现代的战争可能伫短时间内就决定胜负，但是若有充足的防备，哪会互迄虎视眈眈的侵略者毋敢轻举妄动？
战争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时必须面对的课题。这阵20岁以上被点算的以色列人，虽然无战争的经验，但是只要因受点算过，就代表随时要有赴战场的准备。就算以色列的男丁可能拢战死沙场，但是上帝保留利未人，除了爱因稳固伊的圣幕，也爱因持续代表以色列人伫上帝面前服侍、安然有条，甲上帝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。现代人的网络生活亲像在作战。伫今仔日29年所读的这段圣经经文中提醒咱，毋通只是无用伫咧过年煞袂记得算主的恩典，特别是有一群人亲像利未人替咱重新留守，保持整个家庭和上帝之间的关系。咱爱感谢遐为咱守望大岛的厝里的人，也诚侪守望大岛的人，免得咱受掠就迷失伫世界之中，找袂到倒转来上帝厝中的路。默想，谁是为我守望大岛的亲人，我着继续为谁来大岛。谁是为着我守望大岛的亲人，我着继续为着什么人来大岛。咱来祈祷，感谢圣神伫过去一年中，用言语所袂当表达的吐气，伫上帝面前为我祈祷，祈求未来的日子帮助我搁较亲近上帝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